来，真正足困难的哦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来，主看。我进前拍戏的时阵，拍广告时阵，敢若有听过是，敢是 C 啊？是。那个本敢是安尼写。好，咱来看一个答案哦。吼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恭喜！厉害厉害！这边一条命，这边一条条命8分啊哦。边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头起先是爱替这个地名讲一下吼，因为遐唔是叫做鸟空，所以咱的捷运站定定拢落唔对去吼，啊嘛唔是麻，麻是山鸟山麻咧，嘿啊，所以伊叫做鸟空鸟嘿。